東華學院於2010年由東華三院創立，係一所政府認可頒授學士學位資格嘅自資專上院校。學院嘅使命係提供優質嘅高等教育，培育學生成為願意承擔社會責任同關懷大眾嘅專業人才，為社會作出貢獻。東華學院係全港首間開辦專業認可、培訓輔助醫療專才學位課程嘅自資專上院校。學院亦都係首間提供物理治療學士學位課程嘅自資專上院校。隨住人口老化以及醫療科技發展，市民對於醫療服務嘅要求亦都日益增加。東華學院自從2010年成立以嚟，一直致力發展醫療相關嘅課程。喺短短幾年間，學院嘅護理、醫療化驗、放射治療以及職業治療課程已經先後獲得香港護士管理局以及輔助醫療業管理局嘅專業認證，畢業生係可以喺香港註冊執業。東華學院有4個學術部門，包括人文學院、管理學院、醫療及健康科學學院同埋護理學院，提供唔同學科範疇嘅學士學位同埋副學位課程。應用老年學課程嘅導師會透過現實生活例子同埋實地考察，幫助我哋理解同分析社會現狀同需要。專業嘅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喺社會上嘅需求都係好大。我哋嘅心理學課程可以為到學生喺將來佢哋嘅專業發展做好完全嘅準備。東華學院嘅幼兒教育課程實習有全面嘅安排同埋充足嘅支援，令我能夠更加認識小朋友嘅發展需要，同埋作為幼稚園老師嘅角色同埋工作。咁你覺得呢一科對未來嘅發展有咩用呢？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因為咧，你頭先講啦，醫療資訊首先講緊就係資訊啦，資訊就係講 data 啊嘛。頭先講嘅所有 robot software 上面嘅交互咧，都係用 data 嘅。咁服務管理咧，其實就應用啲咩軟件或者硬件啦。頭先我好似話我哋用嚟做運送啊、太藥啊、機械人或者係叫智能化資訊上邊嘅交互，呢啲都會係幫到手嘅。無論社企、NGO 或者係有推行 CSR 嘅商業機構，其實都面對住管理人才不足嘅問題。東華學院開辦嘅社商企業持續發展榮譽管理學學士課程，好着重培養同學嘅跨界別思維，識得同時追求社會目標同營運目標，去管理社企同 NGO， 又或者係推行一啲 CSR 同埋社會創新嘅項目，正好為業界培訓更多專業管理人才，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東華學院嘅實驗室設施完善，又為我哋提供到醫院實習嘅機會，等我可以掌握到將來工作所需嘅知識同技能。喺4年嘅課程，我哋需要進行超過1000小時嘅實習。期間，我哋可以將課堂上面所學到嘅職業治療理論以及醫學同埋科學嘅知識得以實踐。東華學院喺2018年嘅9月開辦第一屆嘅物理治療學榮譽理學士課程。我哋嘅課程設計係根據世界物理治療協會嘅國際標準制定，課程亦都符合咗本地物理治療師嘅專業要求。東華學院開辦嘅放射治療課程，可以為年青人提供全面嘅專業培訓，令佢哋有機會成為合資格嘅放射治療師。東華學院護理課程嘅學生喺我哋醫院實習期間表現得都好積極用心，亦都能夠應付醫院謹慎嘅工作環境，
同埋會主動參與我哋喺醫院裏面嘅在職培訓。東華學院係一所年輕又充滿活力嘅院校，承接過去10年嘅發展基礎。喺我哋共同努力下，我好有信心，東華學院喺未來能夠升格成為一所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嘅私立大學。